原來轉個角度睇動物，真係一個比一個離譜。馬奔跑嗰陣時，不嬲都俾人一種風馳電掣、氣勢磅嘅感覺，但係由後面睇，原來係咁嘅樣。鱷魚浮喺水面嗰陣，眼神冷酷無情，一副想食咗你嘅款，但係喺水底望上去，竟然係咁嘅樣。北極熊作為陸地上最大嘅肉食動物，望落去本身就很殘暴，但呢條友喺水入面行路嗰陣鬼鬼祟祟，好似喺度打太極咁。銀背大猩猩作為最大嘅靈長類動物，成個鐵塔咁嘅身形，嗰一身爆炸性嘅肌肉，感覺一拳就可以送朋友歸西。但呢條友被遇嗰陣，成個阿伯咁。